你嘅產品係咪想賣俾所有人呢？嗱，好多新手創業家最怕就係市場太細啦，想做個人人都啱用嘅產品，但係當你嘅服務所有人嘅時候呢，你其實係服務唔到任何人㗎。嗱，睇下 Lululemon， 佢哋一開始只係專注做 yoga 褲，只係針對中意做 yoga、追求生活質素嘅女性，就係因為咁專注，先可以做到最好、最貼身，建立狂熱粉絲出嚟㗎。呢班客人呢，甚至願意用幾倍價錢去買佢哋產品嘅。站穩咗陣腳之後呢，先慢慢擴展去其他產品。當你清晰知道你服務緊邊一類人呢，你嘅行銷內容先至夠 sharp， 先會吸引到啱你嘅客人嘅。嗱，寫低你理想客人嘅詳細描述，例如幾多歲啦，做咩工啦，有咩痛點啦，然後自己要睇返自己寫過嘅內容，我係咪真係針對到呢班客人嘅呢？嗱，今日起學 Lululemon 咁樣，針對乜嘢嘅客人，有咁細得咁細，嘅最緊要令到佢可以狂熱 fans，日後幫你煲起你個品牌啊嘛。